大家好，今日又返到去香港古蹟嘅主題啦。要介紹嘅呢就係般咸道官立小學，佢係位於港島西營盤般咸道9A 號。校舍呢係喺1941年落成，至今呢已經接近85年嘅歷史啦。喺2021年嘅7月呢，就成為咗香港法定古蹟。以下落嚟，我哋會分享關於呢一座古蹟嘅建築特色同埋歷史。多謝大家收睇 GNG 香港日常呢一個頻道。我哋主要呢係對香港嘅建築同埋一啲文化活動作簡單嘅記錄。歡迎訂閱，留意我哋嘅新片啦。校舍係由主樓同埋前工人宿舍組成。由英國建築師 William Connell 同埋時任羅富國師範學院嘅校長 Thomas Rower 設計，由混凝土建造，採用咗摩登流線型嘅建築風格。受當時嘅航海科技發展嘅影響，會比較多用曲線同埋橫線，着重功能而極少裝飾。類似嘅建築呢，有中環街市、舊灣仔街市同埋尖沙咀天星碼頭等等。主樓樓高3層，設有地庫。如果高空望落去嘅話呢，就係呈 E 字形嘅佈局，中間係比較狹長，而兩邊呢就各有副翼，都係當時英美學校普遍採用嘅設計。佢最大嘅特色呢，就係中央嘅旋轉樓梯。樓梯嘅中軸呢，有一個文物，就係呢一個傅科擺嘅裝置，佢係證明咗地球係有自轉㗎。可能有人會以為呢一個好似科學館設備嘅裝置呢係後加嘅，但原來唔係嘅，佢其實係校舍興建嘅時候同旋轉樓梯一齊設計嘅。旋轉樓梯嘅外面呢係包裹住弧形嘅外牆。窗戶沿住樓梯逐級向上伸延，遮陽嘅屋檐呢形成咗橫向嘅線條，沿住窗戶而建。天台嘅旗杆呢就係模仿航海嘅船杆。正門入口呢仍然隱約睇到前身羅富國師範學院英文名稱嘅痕跡。主樓前面呢有一個花崗石嘅噴泉，除咗噴泉之外呢，遊廊呢亦都係同期西式建築常有嘅設置，通風之餘又能夠減少陽光直接照射室內。似乎呢英國人都好唔習慣香港嘅炎熱天氣，想方設法呢去到降溫。值得留意嘅呢就係主樓裏面嘅各個小部件，例如木門、木框、木台凳、壓花嘅玻璃、鋼框嘅窗戶同埋佢哋嘅小五金，例如手柄啊、窗撐等等。另外仲有意大利批盪嘅地磚、牆腳線，同埋呢一個旋轉樓梯嘅欄杆。地庫呢係設有2個防空洞㗎，分別係設於而家嘅圖書館同埋活動室，各有氣閘呢用嚟控制氣壓同埋空氣嘅流向嘅，防止空氣逆流污染咗建築物嘅內部。而設喺建築物內部嘅防空洞呢，而家已經所餘無幾㗎啦，所以頗為罕見㗎。主樓兩側嘅樓梯呢係建於1975年。係因應當年防火條例嘅要求，為咗逃生而加設嘅，所以呢風格就有少少唔同。細心睇呢就會見到70年代常見嘅一啲滲線裝飾。校舍四周由東邊街至到去般咸道，係有護土石牆圍繞嘅，但原本呢原來唔係好似而家咁連貫嘅，其中一大段呢，當年呢只係一啲金屬欄杆嚟嘅啫。喺呢一個校舍未建成之前呢，
原址嘅前身呢，曾經係約志樓女館，就係女拔萃嘅前身，亦都做過拔萃男書室。其後呢，校舍喺1941年改建成而家咁嘅樣，成為咗羅富國師範學院嘅校舍。戰後比利羅士女子中學因為校舍呢被嚴重破壞，所以曾經呢借用呢一個校舍4個月，到1946年嘅3月呢先至交翻俾師範學院。喺1962年，師範學院呢搬去薄扶林之後，呢一個校舍呢就俾咗聯合書院使用。喺1971年，聯合書院搬到去中文大學，校舍呢又重新交翻俾羅富國師範學院，成為佢嘅第2分校。到1997年，師範學院呢被合併到去香港教育大學，於是校舍呢就改為理升小學下午校。直至到2000年呢，就正式成為而家全日制嘅般咸道官立小學。關於般咸道官立小學古蹟校舍嘅介紹呢，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想嚟參觀嘅話呢，可以留意下呢一間學校嘅開放日。如果喜歡呢條片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、留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